位伫安平观音街的安平乡土文化馆，原本是历史时期的校长宿舍，经过公所的管理整修，日前嘛得到台湾的电影《孤味》来借景拍片，成为民众打卡的景点。配合电影内面的饮食文化，目前嘛正展出练练台江、谢谢友情的展览。展出的内容拢是甲台江的生态、金马有关系。练练台江，谢谢友情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安平乡土文化馆的展览。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螃蟹。那在我们安平，大家都知道我们快建成400年了。那在这建成400年，从荷兰人占据我们，到明郑，到我们的清领，然后到日据，然后到现在的民国，在这个政权的转移，那食蟹文化是不是也有不一样呢？当然是不一样的。欢迎大家到里面去看一下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那希望大家呢看了之后，这么丰富的文化记忆就留在脑海里面。那来到这边，不要忘了一定要去吃我们的螃蟹。我们的品尝一下我们螃蟹美食，然后呢就把那个美食留在肚子里面，这样子的话会让我们的套句现在的流行话语，像极了爱情。那希望大家有空到我们乡土文化馆来走一走，看一看。莫看这大大细细的金马，有画质，嘛有标本，其中艺术品的部分，包括大件的金马、刀啊、椅啊的木雕，嘛有石雕，甚至是黄金打造、书画等。这拢是远鸿企业董事长杨春娥的收藏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到安平乡土文化馆来行行看看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